大家好，今日6月9號，我係新新。琴晚TVB 播出咗獨家專訪，李家鼎鼎爺。哇，鼎爺咧就接受訪問，咁當然梗係要問佢脫離父子關係噶啦。佢只係輕輕帶過，係唔講。佢忍住唔提，唔想再鬧李榮漢，忍得好辛苦之後，佢終於爆咗幾句衰仔、畜生、仆街。點解佢會咁講呢？不過佢一講到思明，忍唔住就喊咗出嚟。跟住我就會同大家一一拆解。鍾意我內容嘅朋友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。好啦，繼續講落去啦。咁咧，主持咧其實特登問佢想去再講一次脫離父子關係嘅，佢只係輕輕帶過係，唔好提佢啦。咁再問佢係咪揾錢咁多，一直都要俾錢供養啊大媽？係，唔好講啦，忍住啦，忍住唔好講。但當問到見唔到思明啊，嗰一刻知道思明嘅死訊，佢就話個人崩潰，個頭花晒，好麻痹。咁一提到有冇得追究，佢就即刻炮轟李榮漢畜生，都係唔講。跟住佢先再爆出嚟，原來佢9個月冇得見思明，同阿豪仔逐間醫院去揾，3間醫院話保密，因為監護令冇辦法，佢先再爆咗一個仆街。到死訊嗰陣，佢就話見到阿大媽就係我想冚死佢，但我收翻，我驚我情緒失控。你諗下，作為一個爸爸幾慘？其實佢就係點解咁忍住唔想再講轟佢咧？我同你脫絕父子關係啫，但係冇諗過要再攻擊你噶嘛。其實我即係阿鼎爺知道自己每講一句攻擊李榮漢嘅嘢，就令到佢再受傷害。佢唔想噶，始終自己個仔嚟噶嘛。但係冇辦法，一提到思明，佢都控制唔到。你諗下，思明喺佢心目中嘅份量係幾咁重要？佢當中最令人感動嘅就係佢有咩思明想同佢講，永遠愛你。我點對你，你知道嘅。佢講到咧流晒眼淚，要攞紙巾去抹。佢有一次夢到佢，佢傻咗，講唔到嘢，淨係喺度喊。咁講完呢啲唔開心嘢之後咧，佢就諗起之前都可以成日探佢，即係9個月之前啦，仲同佢傾，同佢出國玩。佢話好想出國玩，不過咧醫生講咗佢唔可以搭飛機，冇辦法。佢都交代咗佢當年點解離婚，話大小姐脾氣。佢話一個人啦，中意一個人係冇講邊個，問佢借錢不遂，佢就走去唱佢。就話喺出面搞三搞四，講阿思明聽咗之後就信咗之後就同佢離婚。佢同佢解釋咗好多次，佢都唔聽。佢自己講咗8次要求復合。佢記得1996年就飛咗去洛杉磯 LA 就希望復合啦。其實話香港都做咗好多次。佢話自己一直都冇放棄過復合，即係到呢一刻。我都聽到好感觸。其實你唔好講喎，佢哋其實離婚咧係1994年，即係距離而家係32年。32年嚟，阿鼎爺都擺唔低阿思明，即係呢個男人都幾咁特別，即係幾咁專情。個心入邊一直都係呢個人嘅地位係好重要。你睇點解會發火咧？如果你聽我訪問節，其實一提到思明，佢先忍唔住去轟壓大媽，咪知個份量咯。咁你睇下佢哋相處，其實你唔講咧，你真係唔知佢哋離咗婚嘅。如果你就咁即係睇相，即係簡單嚟講，我會覺得佢呢個 family 咧，即係阿李家鼎嘅角色係除咗唔係一齊住，就老是常出現啦，就希望係維持到個關係啦。咁當然佢梗係希望復合啦，就等咗32年，即係結果都做唔到。咁你所以睇到一張一張嗰啲合照咧，嗰啲全家福，你真係唔覺佢離咗婚，有兩個排坐。
咁呢個係阿鼎爺嘅想法。我又查翻資料，其實思明都講過呢個3年前嘅訪問咧，思明就講咗佢同李家鼎嘅關係，好熟悉的陌生人，大家好珍惜以前情誼，將來點大家都唔知，最緊要佢錫我2個仔，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孩子嘅爸爸，一個好熟悉嘅人咯。不過佢又講到，即係好回味阿鼎爺煮嘢俾佢食嘅，佢唔係覺得特別好食，但係好深印象嘢，覺得好食就係大住肚嗰陣食阿鼎爺整嘅炒米粉咧，覺得好好食。另外一次就叫阿仔攞一隻糯米雞，糯米醬落成個雞度，糯米飯，佢好好食。我一個人食晒成隻雞，當然嗰陣時係未餘數之前。咁我雖然知其實佢嘅説法係留有空間。咁呢個訪問佢號稱3年前啦，即係我估計應該2022年之前，因為2022年之後佢身體就轉差，即係嗰次做咗跌親啦，腦部手術，住咗醫院一大輪咗成年啦，所以個時間線係唔啱，所以理論上應該喺2022年之前做。咁啊，號稱3年前啦，可能有啲時間差，佢先再擺上。咁如果佢講到咁有一個空間喺度咧，又配合翻阿鼎爺講嗰個近年去探病啊，同佢傾好多偈啊，仲話要帶佢出國嗰陣咧，應該係有啲空間嘅感情嗰方面啊，聽落去。咁但係去到呢個年紀咧，可能已經大家未想行到嗰步，唔敢估啊！即係我都唔敢估落去，因為始終2個老人家啲諗法，我真係唔知。不過始終呢個係阿鼎爺一生嘅心結，81歲都一直擺喺心。可想而知嗰種專情係幾咁緊要。其實好多訪問都提到思明係咩樣，佢呢個訪問最有一句：一生一個女人，結婚係佢，離婚都係佢。咁我講翻阿鼎爺狀態啦，鼎爺狀態都係爭啲咯，我自己覺得。鼎爺嘅特色咧，講嘢嘅特色咧，好易認，啲咬字準確，好準確。字字鏗鏘有力，中氣十足，呢個就係3大特色。如果呢3個特色你聽佢呢個訪問講嘢咧，全部都係應該7、5至8節咁樣，你會睇到佢有精神有反應，冇問題㗎，好正常嘅。但係喺語調嗰方面就符合唔到呢個鼎爺嘅特色，就係因為佢呢個特色，佢做鼎爺傳講一講嗰啲往事啊，嗰啲煮法。嗰種說服力係幾咁強大，所以咧真係爭啲。同上一訪問一樣咯，我唔會覺得佢狀態再好咗咯，但係精神嘅，係有啲肉嘅。咁啊，希望佢身體健康咯。你睇翻呢條片嘅前邊其實佢去咗服裝間打招呼啊，同啲阿姐姐，我話大佬阿鼎爺係廣播道啊，我諗冇幾多個人嘅，成日 TVB 由廣播道年代做到今時今日，即係70幾年到今時今日，哇幾十年，即係應該成個 TVB 人熟到爆。咁啊同啲姐姐講戒煙，啲姐姐好恭喜佢，好感觸嘅一個場面就係阿羅樂林一見到佢握手，阿羅樂林其實77歲，77歲對住81歲，羅樂林握手啊就會講，即係講咗一大堆嘢，都係話身體健康最緊要。好感觸嘅，其實個場面，即係冇 close up 啊。其實我覺得阿羅樂林咧眼係有少少淚光，感觸啊嘛，幾十年老友，所以最重要都係身體健康。我都係寄語阿鼎爺，阿思明走咗啦，擺開啦。咁你而家有個仔照顧你，有新抱照顧你，咁咪好咯。佢訪問都講㗎，照顧得係好好。食多啲嘢，變翻以前嘅鼎爺。其實佢呢個狀況有一輪㗎，應該係即係喪禮之前啦，即係4月20幾號咧，TVB 美食頻道 YouTube 有嘅呢條片，咁又上載咗咧，佢同個主持去食嘢啦。我就聽到佢把聲就係類似呢個狀態，正咬字係冇咁清，即係話由嗰陣時開始有病態開始就影響到。咁當然就係中間去到喪禮啊，思明嗰陣咧係最低潮。
所以一個老人家咧，即係尤其是老人家咧，我唔知你有冇經歷過，經歷咗啲心靈巨變啊，或者大病之後咧，都會有一種類似呢種狀態，就係要比較長時間先至康復。咁有啲嘢甚至係一直都爭啲嘅，老態亦都係突然間加劇咗，似阿鼎爺呢啲狀態咯。佢仲要雙重添，胃炎加思明酒，即係雙重打擊。不過唔緊要，而家有阿豪仔同阿生活仔照顧佢咯。越嚟有狀態出翻嚟做嘢就應該會好多，個人有嗰個重要焦點轉咗就會好多。希望越嚟越好啦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